文化新眼界来看作家陈烈，伊本名号做陈瑞麟。伊伫1970年白色恐怖时期，互安罪名，讲伊违法宣传，跩互掠去警卫军事看守所，互关4年外。伊伫监狱内底看到、听到的，伊讲尾啊，拢当做伊写作的养分，因为伊对文学的追求的态度，互尊敬。伊嘛摕到今年第43届53连奖的文学奖。但是阮入来的时阵吼。一对啊，迄个门遐有一个大门，迄边仔咧，迄边咧过，啊，就对遐入来。作家陈烈本名陈瑞麟，带记者行一个国家人权博物馆。这个所在原底是警备军事看守所。门诶，就该收押起来，啊收押就去看守所。这门就收押，这过程大概偌久？我随马上。你差不多你若伫遮问1点钟，啊1点钟问完就去啊。第一天，应该是检察官，啊，佮一个书记官，安尼2个人，我就徛伫遮，入来，徛咧。1972年，陈烈因为参学成功反攻大陆无希望，互人认定是违法宣传，关4年8个月。伫在监的期间，陈烈继续读册，了解西方一体学、文学，拢成做伊落尾创作的养分。有诶嘛会起笑啊，啊有诶就是坐了嘛做不安尼嘛是拢会，但是你要去处理这个物件，圆箍啊安尼吼，要惊15遍，100遍。陈烈讲，伊伫坐监的时，知影真侪不公不义的代志。出监了后，有社运领袖邀请，伊开始做政治工作。做过幕僚，也当选加做第3届国民大会代表。徛伫遐咧哦，迄个应该是算检察官咧问案的时阵。迄书记官是咧困的，主要咧过程吼，其实上一个形式拢完全假，包括调查局啦、包括情报局啦、吼，包括警察局啦，因迄个过程内底迄个刑求啦，迄是，讲迄是真正，毋是你过去啊少年时会当想象的，不哩恐怖。政治运动的期间，陈烈也一直创作。对拄出家所写的文章《无完》，到今年的新册《残骸子》，拢有坐监迄段的记忆。53连奖评审认为，陈烈的文字虽然真简单温和，所深入分析社会的力量。因尽量用较客观的物件来做表现，啊是对啊毋对，由读者来家己来判断。迄足直接的吼，颠倒袂当感动人。最近，陈烈也当咧参一群人要推动白色恐怖纪念日。伊认为228有纪念日，白色恐怖也要有一个日子，通互现代人反省历史，走向未来。记者郭宝军、张水新北报道。